起来，台湾对农产加工的想象还系个维持提存下来嘅，能够刺激嘅，当然也系一种嘅方式。从台中沙港沙区发展协会、路屯当天买唔水起嘅价卖，研发嘅价卖数，嗰所本地农民多啊提个人准皮嘅价卖，变作为平批。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人呢，其实用比独家韩国国嘅家私，同农民买品质过好嘅水果来做果酱，农民嘅通路变多嘅。家私也含个问题。你係一個有心間人所組成嘅團隊，今專門賣台灣嘅果子來做果醬。我要買一罐非常好吃、非常頂級的果醬。我去台灣的頂級超市去買，我看了一圈，我能夠買到不出4個國家。德國、法國、日本跟英國，而且那些水果口味都是我們很不熟悉的水果，覆盆子、藍莓，這些都是我們台灣不容易取得水果，是溫帶水果為主。為什麼我們熱帶水果、我們亞熱帶水果，台灣盛產特產的這些水果，沒有辦法一樣用果醬的形式來做呈現？呢個果醬做下已經經營3年外，平均當年實際生產36000罐果醬。合作嘅農民有4000外界，透過安尼加工嘅方式，兼同農民聽銷增加銷售管道，自家也賺到錢。生產過剩滯銷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大家農友在種植水果這方面有一種集體一窩蜂的心理，認為什麼價錢好就去種什麼。那這樣導致說，在政府在這方面也沒有做管控，所以導致說才會有生產過剩，然後瞬間因為水果又不能放。所以瞬間水果價格會往下跌。我們有個基本原則，就是我們不跟農友殺價錢。所以我們的態度是這樣，就是我用了你的水果，我覺得好，我才會接下來跟你後續的配合。在龍阿伯同林哲學嘅團隊已經合作3年，當然攏提供自家200嘅產量，大約有5000斤嘅紅心筆，本團隊做果醬。甲咱提愛咱的迄個產品咧，咱的通路就較穩定，價錢較穩定，市場咱也較袂講去互咱這個中盤商都安尼，甲你考，甲你殺價安尼。台中沙港社區發展協會也聽受農民研發新產品，今年下做嘅減數，就會同去年當天賣唔出去嘅減，先做了冰起來餅，等收到訂單了後，將過來做薯餅。很多乾農啊，都滯銷，尤其是那個比較小一點的，都滯銷。滯銷啊，我們說這個農民也太辛苦了他們比較醜，那個根本就賣不出去，1公斤3塊錢都沒有人要。社區發展協會去年買了10噸賣唔出去嘅柑，本來要拿來做皮嘅果子，加工變做甜氣。呢下銷路也冇難，佢希望透過呢種方式，聽受當地嘅農民。看運氣啊，看天候如果產量過剩，很豐富豐收價錢也不好如果說天氣遇上颱風啦，遇上什麼旱災產得不好，價錢也賣得不好，所以吃虧的還是在農民農產品透過加工，雖然增加價錢，但凡農產品價值冇好，賣唔出去嘅衝擊。不過完全講，你係呢補救嘅辦法呢？完全平衡公司平面生產態度，同時行向經濟化，將係長遠嘅路。